来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伸出手来，拿住他的尾巴，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。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是向你显现了。”以上。这时我们要请 Kino 牧师来讲道，他所要讲的题目是成为上帝手中的杖，成为上帝手中的杖。上帝所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很高兴今天早上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侍奉上帝。也许你会觉得我的名字怎么好像跟一般的社会大众的名字不太一样。我是阿美族，住台东，可是从小就住在基隆，在平地教会长大，所以我也会用台语讲道。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，也让我有这个机会再一次透过神的话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我们在领受神的话之前，我们再做一个祷告。圣灵宝贵师愿你在我们当中继续动工。我们这一个礼拜当中，也许面临挑战，身体上有病痛，事业上有挑战，家庭有冲突。亲爱的圣灵宝贵师，你允许在这个时代做奇妙的工作，要做拆毁的工作，要重建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。求你用你的话，求你用诗歌感动我们的心，也引导我们进入到更深的敬拜。愿你亲自医治、安慰、帮助、坚固所有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得着满满的恩典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这段故事我们非常的熟悉，就是摩西怎么样被上帝呼召，在那个时代要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手。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一个故事非常大的一个转折，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摩西的生命的里头，他有许许多多被上帝调整的地方。成为上帝手中的杖，这个主题，我们从摩西的生命当中，上帝怎么样来帮助摩西，从一个意气风发埃及的王子，谦卑自己之后，可以被上帝使用。我们看到摩西，上帝呼召他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因为上帝的呼召，他马上就立刻就顺服。我们看到摩西在那个受呼召当中，年龄已经80，而且这个80岁的摩西，跟他过去在埃及成为王子的那种意气风发、蛮有能力、蛮有权柄的这样的态度完全不一样。他已经完全对自己失去信心，他不敢答应上帝对他的呼召。我们看到摩西在他的生命里头，上帝不断的用环境来熬炼，来帮助他。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，因为他面临许多的问题，如今80岁，他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转折跟改变，就如同我们在农田里面的稻穗一样，稻子刚发出来的时候，它是直直的，一直到那个稻子成熟的时候，它是垂下来的。意思说，那个生命的谦卑。另外，我们看到举重的比赛，一个举重选手，他不可能站着去抓举那个举重的东西，他必须要把整个身体蹲下来之后，他才能够把这个举重的东西扛起来，甚至伸手把它举起来。从这两个比喻当中，我们看到摩西的生命在前40年跟后40年的生命的转折跟改变。前40年，上帝不要用他，
一直到他80岁的时候，上帝要使用他。这个转折，这个改变，让我们看见上帝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，为了要去回应在埃及以色列百姓向上帝呼求：上帝啊，你是我们祖先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难道你不听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离开这个奴隶的地方吗？不是上帝没有听到，而是上帝在预备准备一个领袖要带领他们。一等就是80年，非常的不容易。我们也觉得说这个80年时间太长了，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去看的时候，世上1000年在上帝来看只不过是1天而已的时间。上帝在熬炼一个领袖来成就他的工作，在那个时代。当上帝来呼召摩西，摩西就面临了3样的困境。第一个困境，他必须要去对付这个当时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埃及，而且是法老王。他必须要去面对那个强势的强权的法老王对他说话。他必须要在这一个法老王的底下，把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能够带出来，离开埃及，来到上帝为他们所准备的地方。这个对摩西来讲是一个挑战。可能在之前的40年，摩西觉得 OK， 因为他在整个作战，在整个埃及里面，他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王子，而且很重要的一个将军跟领袖。可是他发现，在他的生命当中，在种种的困难的当中，他发现他做不到，他没办法做，他觉得他无法去面对他曾经在这个皇宫里面一起长大，在那个环境非常熟悉当中，能够成就上帝的工作在他的生命的里头。第二个，他要对付以色列人。他离开埃及那么久，离开这些百姓那么久，他心想，这些百姓一定不信任我，不相信他是上帝所差派的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常常我们会怀疑自己，我们会看不起我们自己。有时候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踢到石头，第一个反应你会说什么？有人说很痛，可是老一辈说什么？活该，因为眼睛没有长在什么该长的地方，不看路，所以踢到石头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我们怎么这么差劲，连走路都不会走路，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不够，我们不配。甚至摩西觉得这些百姓一定不相信他是上帝所差派带领他们，不相信他就是上帝所要回应给他们的祷告，要带领他们离开这个为奴之地，要到上帝所祝福的地方。第三个，摩西他要对付的是他自己。他发现在他的生命的当中，他越来越觉得他没有能力，他也没有什么声望，他也没有口才，他也没有权势。他过去在埃及，他拥有权势，他的底下有很多的手下听他。他如今在旷野牧羊，离开过去的环境，上帝用不同的方式去熬炼他，去帮助他，去经历，不是用人的方式所展现出来不一样的领导，跟展现上帝的能力在他的生命的里头。所以他必须重新要去对付他自己。所以当上帝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，我是谁啊？我怎么可以去做这件事情？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是一样，在我们的服事的里头，也许弟兄姐妹希望能够你起来承接很多的服事。他说我是谁？我能够做什么？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做更多的事。当摩西面临这3个困境的时候，上帝用一个非常奇特的方式，
来对他来，对不起把它关掉了，按错误了。好，用一个摩西手上的那一个常常在他旷野当中牧养的那个手杖，因为上帝从着火的荆棘中对摩西说话，命令他去做这件事情。在摩西来讲，这是要挑战当时这个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、一个族群，非常的不容易。上帝要从这种他在他的眼目当中所看到的那种害怕、困境、软弱当中，去看见一个不一样上帝的带领、上帝的施恩、上帝的祝福在他的生命的里头。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反应，特别在出埃及记第3章11节里面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来读寡妇里面的背。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我们可以从这一段话，从这一句话当中，很清楚的看见摩西内心当中的挣扎。我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带领这一批人？我有什么样的口才可以去说服法老王？可以听我的话。上帝知道摩西是什么人，上帝也认识我们每一个人，上帝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，上帝也知道，上帝也设计，上帝也计划，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要成就上帝他奇妙的工作，只是我们不知道，就如同摩西不知道，因为我们看到环境，我们看就害怕。就如同看到彼得看到在海中那个风浪的时候，他觉得害怕，快要死了。他不知道耶稣在船上，他能够一帆风顺，可以平静。他看不到。摩西也觉得是法老是一个很强权的一个国家，我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个强权这个国家。所以上帝引领摩西，把他的注意力从他的眼目所看到的环境当中把它转移。他手中牧羊的杖，一个很平凡的木头。上帝命令摩西把这个杖丢在地下，他一丢下去，那个杖就变成蛇。摩西就吓得掉头要离开。上帝接着命令他抓着那个蛇的尾巴，蛇又变成杖。这个故事我们非常的熟悉，这个很简单啊，这个没有什么。可是，如果我们从这个上帝的命令摩西做这件事情当中，在展现上帝告诉了我们，我们的眼目所看到的环境是这样，但是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。当这个呼召临到摩西，他觉得害怕，不敢去承受这个呼召，就如同我们一样。我们有时候，我是什么人啊？我的出身是穷苦的人，我从乡下长大啊，我比不过人家，读书我比不过人家，论成就我还有没有什么成就？我们有时候我们只看外在的环境，圣经说人看外在，神什么看哪里？看内心啊。所以圣经才会告诉我们说，你外在会有很多的变化，那不是真实的。唯有你在内心当中的真实，才能够跟上帝面对面去看见上帝一步一步的来带领，让我们去看见上帝是透过这个方式提醒摩西，能力不是来自摩西自己，而是来自上帝。所以上帝用这个来显现他的全能，吩咐摩西用所持的那个杖，放胆的去见埃及法老王。做一个记号，那个杖做一个记号，来告诉摩西，不是你在做，是我在做，是我带着你做这件事情。从过去到现在，杖可以表达是一种身份，也可以说是一种能力、权柄的一个象征。比较古老的一些国家，有时候他们的国王还是拿着权杖在手上。意思是一样，表示这个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意义，在今天的信息的里头，帮助我们有时候过度的看自己的软弱，
过度看自己的能力，以至于我们看不到上帝的能力彰显在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生命的里头。上帝要透过一个牧羊的杖，要成为上帝手中的杖，要彰显上帝的全能跟能力，在摩西的服事，在摩西的呼召，好让他看见这位上帝就是他祖先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是与他同在、帮助他的神。所以出埃及记第4章20节里面记载这根杖的秘密。摩西手中的牧羊的杖，从此就变成了上帝的杖。当摩西听了上帝的命令，把这个杖放下去的时候，那个杖已经改变了，不再是摩西手中的那一个牧羊的杖，而是成为上帝同在、上帝能力彰显的那根杖，也可以成为上帝的杖。所以上帝坚持他的呼召，并赐给摩西许多的应许。虽然摩西有很多的借口，上帝保证与他同在，上帝必施行一切的奇事，在以色列面前赐摩西行神迹的力量，甚至派他的哥哥作为他的同伴跟代言人，为了要成就上帝的工作。当上帝执意要做一件事情，当人愿意来回应上帝，当人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，神可以运转所有的资源去成就上帝的工作，在那个时代上帝所要做的。刚刚我们在我们的诗会的指示说，将来我们能够奉献，希望能够为了宣教的基金，我们有很多的事工。当人愿意被上帝使用，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上帝手中的杖，在那个时代可以成就上帝的工作。摩西算不得什么，可是当他愿意把他的生命、把他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，神要透过这个器皿，就成就上帝的工作。所以最后，摩西终于就屈服了，认清自己的使命，他接受上帝的呼召，前往埃及，来执行上帝的命令。彼得前书讲一段话，这样说：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和我的恩赐不一样，可是每一个恩赐都要成就上帝在这个时代那奇妙的工作。恩赐没有大小，恩赐当你愿意被上帝使用，交在神的手中，那个恩赐会要成就上帝奇妙的作为在这个时代。所以没有一个人是不重要的。而这一切的改变，我们看到摩西手中的那个用了40年的那根杖，他不觉得没什么，就放下去而已。这个杖，他是去救那些在断崖里面的那些迷失的羊，甚至用这个杖去赶那些羊，让他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他非常的习惯用这个杖。我们有很多的恩赐，有很多的能力，我们用得很习惯，我们以为没什么。可是上帝可以用在你生命当中，长久在你生命当中，所有的能力可以成就上帝的工作，在这个时代。我们看到这个杖，不管在利非定，当以色列百姓在困苦当中没有水喝的时候，上帝命令摩西击打那个磐石，不断的水就流出来，就成就了神的工作。一个平凡的木杖交在神的手中，它可以降祸灾，也可以成为一个祝福的源头。因为摩西所做的这个神迹，不是舞台上的魔术，而是上帝能力的一个印记。意思说，上帝临在那个地方，为了要成就上帝奇妙的作为跟工作。我们好像上帝手中的这根杖一样，要向这个失落的世代来宣讲审判的信息。这个时代很奇怪，我常常被人家问，一个非基督徒问，牧师，不是世界末日快到了吗？从2000年开始问到现在都在问，
你都知道有世界末日，为什么不信耶稣呢？很奇怪哈，问的都是非基督徒。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有一天会毁坏，会不见，他们知道，可是内心当中总是没有那个把握。所以上帝要透过每一个被上帝拯救的基督徒，不是为了只有做礼拜，不是为了要去做事工，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在你的岗位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要活出耶稣基督的全能，向这个时代来诉说上帝的拯救。传福音不是少数人的责任，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时代。有人就问牧师说：怎么传福音？你好好的把你所听到的道理活在你的生命当中，让人看见在你生命当中有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你就在传福音。阿们。活出来非常的重要，知道归知道，如果没有把它行出来，那是非常的可惜。因为人听是听了，如果没有进到心中，就很可惜。进入到心中，如果没有带着行动去成就所听的，那都是枉然，非常的可惜。摩西在那个时代，上帝要拯救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，因为上帝已经回应以色列百姓的祷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现在的祷告，哎呀，我祷告那么久，已经20年、30年，好像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祷告。不要这样想。如果你注意听、注意看启示录的时候，上帝把这些爱主的基督徒的祷告放在一个金香炉的里头，把我们的祷告就放在那个炉的里头。上帝按照他的时间来回应每一个的祷告，当时候到了，上帝就回应我们的祷告。以色列百姓的祷告，他们也许一代一代在祷告，上帝在等待，等待一个可以被他使用、愿意顺服的人，在那个时代成就他的工作。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不需要的，不管是在教会，在我们的周遭，在我们的社区，都需要我们去回应上帝的呼召。今天上帝也要问我们：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你到底你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在你的身上？不管是什么，只要愿意把它交在神的手中，当被上帝拿起来的时候，那个恩赐、那个能力将成为上帝的杖，可以在这个时代成就上帝的工作。神眼中不但没有微不足道的人，也没有一个地方是不可取的。当一个人愿意委身给上帝的时候，他把自己全身摆上，他愿意把他的生命交托给神，他就是在荣耀上帝。今天一个姐妹说：牧师，我什么都不会，但是我只会祷告，我每天早上用半个小时为教会、为信教事工来祷告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回应上帝你在这个时代的呼召。因为服事不在于多寡，而是当你愿意把你所有的回应上帝的时候，你就能够去荣耀上帝。不管是人也好，地方也好，没有所谓的贵贱好坏之分，关键在于你是不是愿意把你所拥有的交在神的手中，被分别为圣，可以被上帝来使用。人的杖只能够牧养，但是当这个杖交在上帝的手中，他就能够显示上帝的大能，在这个时代，在我们的服事的生命的里头。杖可以意表是人的一种才干跟能力。当愿意交出来为上帝使用的时候，变成了大能的恩赐。否则看起来这个能力不错，只不过是一种雕虫小技而已，没有用，好看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的能力，让我们的恩赐不是只有好看，让是带着上帝的权柄，带着能力，可以成就上帝许许多多的工作在这个时代。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
都应在神所拣选的地方，成为一根上帝的杖。有一个老人家，有一个老长老，我在树林牧会的时候，他这样跟我讲，他说：“牧师，我已经很老了，我也没有什么恩赐可以做。”他说：“我等死，我只有在等死哈，单戏啊。”我跟那个老弟兄说：“不是，因为在上帝的国度里头没有老人家，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没有老人家，因为不管是小朋友，不管是老人家的年龄，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时代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。我们可以成为上帝手中的这根杖，成就他的工作。因为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如果我们愿意忠心，愿意预备自己，被分别出来，被神使用，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在这个时代。因为这个侍奉必须要是顺服等候，而且是信心、倚靠、谦卑的跟随上帝。我们有时候看到自己软弱无能，且仍为主所用，我们就可以欢欢喜喜的去惊讶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奇妙的工作。在神的手中，一根毫不起眼的木杖，我们看到摩西行了很多的神迹，因为在神的眼中，没有一个是微不足道，没有一个地方是无足轻重的，都是非常的重要。上帝，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上帝就看重我们，上帝爱我们。刚刚在我们起英文的当中，虽然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亲人可能离弃我们，但是我们的神永远不会离弃我们，阿们。因为他的话已经出来，应许与我们同在，一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让我们找回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杖，回应上帝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放下我们过去自以为可以服侍上帝的习惯，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，谦卑的说：“我在这里，求你差遣我。”去回应在这个时代，在他的教会，在我们的社区，在我们的家庭，去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。我们必须是上帝手中的杖，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职场，在我们的生活，甚至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的婚姻，恢复上帝的恩典、能力跟工作。愿上帝亲自祝福他自己的话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再次透过你的仆人摩西的生命的改变，提醒我们，我们成为何等人，可以成为你的百姓，在这个时代被你呼召成为你的儿女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带着上帝赐予的能力跟恩赐。当我们愿意把这个恩赐能力交在你的手中，它将不一样，将成为上帝在这个时代的一根手杖，行上帝奇妙的工作。亲爱的圣灵保惠师，透过你的话，帮助说的、听的都得着造就。愿圣灵继续在你的教会当中动工呼召，成就上帝你在桃园地区对你百姓的呼召。祝福你的教会，祝福每一个领受你话语的弟兄姐妹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